那个叫行香啊，他怎么写的呢？他说：清艳如尘，月色如雨啊，九更此时我要到虚满时分要到满啊，福民福利，休具劳神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民，我们所有的地，你要去费功夫，要什么到最后都是一场空啊。所以这个整个意思就是说，一尘空散。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上帝，如果我们没有用上帝的方法，我们没有接受上帝的方法，我们都是一场空。今天我们见面哈，过50年，也许我们这个人生了，我们是没有希望。只有相信神是有前途有希望。我这个学的意思是这样，这有点长哦，不过我不大去参考，所以大家放心，这个慢慢过来。好，我们有一个，要稍微看一下啊。这个是我2年来第2次让人家听，就是正式让人家听啊。应该是在台湾没有人听过，在里面之前大概有20个人听过吧，有跟一般的古琴不太一样。这是丝弦的声音哈，但是丝弦容易断，所以我这里有改进。以前我们小时候跟我爸爸拉琴的时候，很早就有人发明用那个钓鱼线，这是钓鱼线。就钓鱼线它有丝弦的声音，但是它没有那个钢琴像我们流行的钢琴那种刺耳的声音哈。但是呢，它不太容易断，不然你断了什么调调？好，那现在我给大家一个游戏啊，我是拉慢板，对不对？拉慢板，这个曲的意思是如尘空散。好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，就是说你也不一定要看我，为什么要看我？你看到我。看一下可以啊，这个我建议你们祷告上帝，因为上帝是真实的，跟一般人讲说信上帝是做好事不一样，也跟一般人讲说，心得诚是信上帝是一种精神安慰哈，所以我们人生就比较有精神安慰，不是信上帝是因为上帝是真的，上帝是真实的，是真的在那里的，我们是可以跟他讲话的，好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共打，然后我拉中间比较快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，看到我在拉什么？我是讲一种气，在圣经里面，气是代表圣灵，圣灵可以感动我们认识上帝。我们祷告上帝，只有我们愿意哈。圣经说，空门的给你开门，意思就是说你愿意敲门，神就会进到你心里面啊。所以你们愿意的话，我再回慢板的时候啊，你们就可以祷告，这样你们不会觉得太长啊。